每一天无事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8月13，诗篇108篇伊安尼讲：上帝啊，我的心坚定，我的嘴要唱歌学乐。大家来祈祷。阮伫天里阿爸爸，我要感谢学乐你的名。主啊，你是赏赐我命的主宰，你是看得阮称赞学乐的主。上帝啊，我的心坚定，我的心坚定，我要吟诗，我要唱歌学乐。主啊，虽然外在环境是遐尼困难，虽然这代志互阮灰心失志，虽然头前的路雾无明，总是阮犹原坚心相信，你一直伫阮的身躯边，陪伴阮来经过坎坷歹行的路。主啊，感谢你无离开阮，感谢你时刻甲阮相甲伫地。主啊，阮的心坚定，阮的心坚定要对你来行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愿主帮助咱，互咱的心坚定，时刻唱歌学乐咱的主，也对主来行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